當我見到我媽媽所住嘅成座樓都係着晒火嘅時候，我嗰刻嘅心情以為我媽媽已經冇咗啦。好鍾意約翰福音描述耶穌嗰一句：愛他們到底。耶穌愛世上所有屬佢嘅人，愛佢哋到底。但係呢份嘅愛，往往我哋需要有所經歷，先能夠超越我哋對耶穌愛我哋嗰份頭腦上嘅認知，明白耶穌係幾咁愛我哋。嗰日下晝2、3點，其實都有好多老人家食完午飯準備瞓覺嘅時間。聽工人姐姐講，有個電話打俾工人姐姐，以致到佢嗰剎那冇瞓到，亦都係因為咁，佢望到窗外邊有火花同埋有火舌周圍飛嘅時候，佢嗰剎那好驚，就拉咗我媽媽一齊走。佢哋係搭 lift 走㗎，因為以我媽媽嘅體力，根本唔可能行走火樓梯落到地面。我媽媽一落到地下，就已經嗰啲火蔓延到我媽媽住嘅嗰座大廈。其實佢身邊好多嘅鄰居同埋嗰座大廈好多嘅居民，最後證實係葬身喺火海之中。因為維修嘅緣故，其實好多窗，特別係媽媽間房嘅窗咧，都係被封閉，睇唔到出邊，只係廳出邊少少係可以望到。工人姐姐個剎那喺個廳度，先會望到出邊有啲火嘅物體喺度蔓延，以至能夠及時逃生。喺當中，我感受到主耶穌對我媽媽好奇妙嘅帶領。試諗一下，其實我媽媽嘅人生可以話係好多香港人嘅寫照。佢後生嘅時候好努力讀書，去做一個護士，然之後咧就用佢嘅人工去供滿一層居者有其屋嘅樓。佢以為咧可以靠住呢層樓咧可以養老，但係其實原來整層樓係可以完全地係燒毀，甚至連屋裏邊所有嘅好多有紀念價值嘅物件，特別係我爸爸留落嚟俾我媽媽嘅一啲嘅紀念品，全部都喺大火之中係燒毀。呢場火亦都改變咗我咧，一直認為人可以靠住自己努力，靠自己奮鬥嚟到改善自己生活嘅諗法。原來呢個世界上充滿咗好多我哋冇辦法掌握嘅嘢。喺呢個嘅維修大廈嘅工程裏邊，原來充滿咗一啲嘅狡詐，又甚至有啲管理得唔好嘅地方。好多時候我哋以為我哋可以靠住自己嚟到去處理好好多人生嘅大事，但係其實原來喺背後，如果我哋忘記咗真正掌控呢個世界係主耶穌嘅時候，我哋就會失去咗嗰份真正嘅平靜安穩。我一直堅信呢個係上帝所掌管嘅世界。當然啦，上帝由始至終嘅作為，其實我哋信徒有時未必完全可以明白得晒。上帝點解咁做？點解容許某啲嘢發生，又唔容許某啲嘢發生？作為基督徒咧，我哋都需要有一份超越現世嗰種屬靈嘅視野觀。好似詩篇127篇所講，如果唔係主與我哋同在，主堅立我哋手所做嘅工，其實我哋一切所做嘅都會係徒然。我媽媽咧就係安排咗去臨時房屋事樓裏邊去居住啦，嗰度都有幾百個災民。令我感動就係持續到而家都有好多嘅團體係為嗰度嘅臨時房屋嘅居民提供每日嘅3餐嘅膳食啦，亦都有啲醫生走去嗰度做義診啊，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咧，佢哋走去嗰度去做服務。特別係前排有長假期嘅時候，有團體諗到有啲嘅災民可能要返工，冇時間照顧仔女嘅時候，佢哋主動去嗰啲嘅臨時庇護嘅地方咧，係為嗰啲小朋友開一啲嘅活動班，照顧啲小朋友，以至到嗰啲災民嘅家長咧係可以正常咁去返工。今次嘅火災咧，都有一啲嘅教會派發啲救濟金俾啲災民。有一間教會幾好嘅，
佢安排咗一大隊嘅傳道同工團隊，逐個災民嚟到同佢哋傾偈，了解佢哋除咗金錢上，仲冇其他心靈上或者情緒上嘅需要。啲災民喺教會領取物資嘅時候呢，佢哋甚至係會派發一啲宣傳單張，宣傳佢哋嘅教會崇拜同主日學事工。所以我好鍾意呢廣福堂李牧師喺時代論壇嘅嗰一句：面對社區劇變，教會已不可能再按照過往嘅方式運作，而係思考可以成為什麼去回應社區，如同基督道成肉身回應人一樣。因此我哋每個弟兄姊妹都可以思考一下，我哋可以做啲咩去回應我哋身邊人嘅需要、社區嘅需要。呢個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使命。